21歲嘅 Peter 2年幾前啱啱讀大學嘅時候開始食傳統煙，後嚟就轉食電子煙。個幾月前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同吸食另類吸煙產品嘅條例生效。Peter 話而家會避忌一啲，唔會拎電子煙出街食。唔會喺公共場所食，但係可能偷偷地喺宿舍啊，或者自己屋企啊，或者朋友屋企啊，都係會照樣咁樣食。其實除咗係唔可以帶出街麻煩少少之外，都冇乜好大影響。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政府喺2021年通過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，分階段禁止電子煙同新型吸煙產品。首階段喺2022年4月起實施，禁止售賣、入口、製造、分發同埋宣傳另類吸煙產品，包括電子煙、加熱煙以及草本煙。由4月30號開始。而第二階段就喺今年4月底生效，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同吸食另類吸煙產品。大家切勿以身試法。條例生效咗個幾月，不過我哋發現喺網上有售賣電子煙油同加熱煙。呢一個網站話自己係喺馬來西亞註冊，聯絡電話亦都係以馬來西亞國際電話國碼+60開頭，聲稱只係受當地法例規管。而呢一個網站就話所有嘅貨物都係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寄出，可以送去物流公司嘅自取點。我哋透過一個煙民向其中一個疑似出售另類煙產品嘅店鋪查詢，對方提供貨物清單，話3條或以上嘅加熱煙支先至送貨。鋪頭話法例收緊，而家只係賣俾熟客，要求我哋提供推薦人嘅聯絡方式，只係接受公司或者係住宅地址交收，唔接受公共場所，亦都只能夠用現金交易。我哋話想要3盒加熱煙支，對方回覆冇問題，提醒交收當日留意電話。哦，好，你上咗嚟，好啊，咩門啊？幾錢啊？1200幾蚊，1200幾係嘛？我唔知啊，因為我送貨唔係好送。有法律界人士話，即使呢一啲網站唔係喺香港註冊，只要證明到銷售嘅行為係喺香港進行，就係違法。法例講得好清楚啦，睇下實質上嗰啲行為喺邊度發生啦。譬如話我喺香港有售賣行為嘅，咁無論你喺邊度註冊都係違反咗香港嘅法例嘅。如果有一個人士喺香港負責交收嘅，嗰個行為已經喺香港出現咗啦，咁明顯地已經係違法啦。另類煙嘅禁煙令實施個幾月，有煙民話會轉食私煙同白牌煙。究竟禁煙令會成功控煙，抑或會助長黑市呢？請留意星期日晚經緯線。